剩3天，特别选举台东县的选委会昨开始在选票去各乡镇，也毋过因为天气无介好，在日岛选票的阵，今仔透早才出发。红头市的选票可能爱协调空勤总队用直升机来载。台东县政府大礼堂一早起就几60位警察伫咧戒备，各乡镇市的选务人员这2天要轮流清点今年台东县总统甲立委的选票。不过这边清点选票比过去的选举较紧，唔免搁再一张一张点。选委会讲，这边地方选务人员拢有派人到印刷厂监督印刷加清点方向。只要乡镇市选务人员确定加投开票数同，就当领回去。印刷厂印的都很精准的啦，所以他们就是100张隔一个，他们就点那个大碟这样几碟，然后对报告表对准了以后，然后零数的部分再清点一下这样子。台东县选委会估计明仔载就让全部送到全县236个投开票数，不过离岛、绿岛甲南势的选票本来找到就会送到会，但是受到天气影响，海空运拢未通，绿岛初10早起用准送，南势的8000外张选票可能要协调空军总队10月到3港上。我们目前还在联系相关单位，包括海巡或者是我们空军的部分来做协助。县选委会强调，各投开票所的选票拢有警方随车介好运送，一定会安全送到位。要若南势地区的选票会运用各种交通工具，10月一定会送到位。记者综合报道。